各位街坊，唔知大家平時一諗起杜拜呢個地方，今日阿姐就同大家一齊撕開呢塊神秘嘅面紗，睇清楚杜拜最陰暗、最恐怖嘅10大真相，尤其係排喺榜首嗰個針對女性嘅隱形陷阱。睇完你真係千祈咪去。我哋平時成日講人不如狗，喺杜拜呢個地方，呢句說話真係活生生嘅現實，甚至可以話呢度嘅畜生比人好命得多。你喺杜拜嘅街頭或者富豪嘅社交媒體上面，成日會見到班土豪唔係養貓養狗，而係養獅子、老虎、獵豹呢啲猛獸。呢啲動物每日食嘅都係頂級嘅新鮮肉類，住嘅係全冷氣開放嘅奢華別墅，仲有24小時嘅私人獸醫伺候。但係同呢啲過住皇帝般生活嘅畜生相比，撐起成座城市基礎建設嘅外籍勞工，佢哋嘅命運就真係連畜生都不如。呢班主要嚟自印度、巴基斯坦、孟加拉同尼泊爾等東南亞國家嘅工人，佔咗杜拜總人口嘅大半。佢哋好多人喺家鄉聽信咗黑心中介嘅大話，以為嚟到呢度打工幾年就可以發達返鄉下娶老婆，點知一落飛機就正式踏入咗人間地獄。呢班外勞一到埗，第一件事唔係去宿舍，而係所有護照同身份證明文件即刻俾老闆沒收。呢個就係臭名遠播嘅卡法拉體制。雖然官方名義上話廢除或者改良咗，但實質上換湯不換藥。工人們喺未得老闆同意之前係絕對唔可以辭職，更加唔可以離開呢個國家。佢哋被帶到遠離市中心、完全與世隔絕嘅索納普爾勞工營。索納普爾喺印地語入面意思係黃金之地，但諷刺嘅係呢度係成個杜拜最污糟、最黑暗嘅貧民窟。喺呢個蚊蟲橫飛、污水滿地嘅地方，一個原本只可以住4個人嘅狹窄房間，往往硬生生塞入12-13個工人。呢度冇冷氣，衛生條件極度惡劣，幾十人共享一個塞住咗嘅廁所，空氣入面永遠彌漫住一股死水同汗酸交織嘅死氣。更恐怖嘅係，杜拜嘅夏天動輒高達攝氏50度。喺呢種連呼吸都覺得灼傷肺部嘅極端高溫之下，外勞每日要喺烈日下暴曬，體力勞動超過12個鐘頭。雖然當地法律有規定中午最熱嘅時段要停工，但好多無良僱主為咗趕進度，根本當條法律係透明。工人們要喺幾十米甚至幾百米高嘅建築棚架上面工作，高空工作嘅安全措施極度簡陋，好多工人因為中暑、嚴重脫水或者體力不支，直接由高空跌落嚟，粉身碎骨。最令人心寒嘅係，呢啲死亡人數喺官方數據入面往往被模糊化，或者直接被歸類為自然死亡。佢哋用生命去建造全世界最高嘅摩天大樓，但最後換嚟嘅只係一張直接運返家鄉嘅冷冰冰屍袋。你可能會問，既然咁辛苦，點解唔攞人工走人？因為佢哋連1毫子都攞唔到。好多僱主會巧立名目，拖欠人工長達半年甚至1年以上。工人本身為咗買機票同俾中介費，喺家鄉已經借落巨額高利貸，依家無路可退，唯有繼續頂硬高強度勞動。佢哋冇任何權利去罷工或者抗議，因為喺呢個國家，外籍勞工只要敢出聲，等待佢哋嘅唔係警察嘅警棍，就係實時拘留同驅逐出境。呢班無聲嘅現代奴隸，用自己嘅血、汗同生命去灌溉出杜拜呢朵虛榮之花，而呢個就係杜拜隱藏喺黃金外表下最赤裸、最殘酷嘅第一個真相。除咗外勞嘅血淚，杜拜成座城市嘅運作邏輯，其實充滿住虛無同對大自然嘅粗暴掠奪。講到奢華，大家一定聽過杜拜嘅棕櫚島，呢個被譽為世界第8大奇蹟嘅人工島，喺太空都睇得到，上面住滿咗世界頂級明星同富豪。但係呢個奢華嘅代價係徹底摧毀咗當地嘅海洋生態。為了填出呢個島，杜拜政府用咗幾百萬噸嘅沙石，直接傾倒落原本生機勃勃嘅珊瑚礁上面。呢種粗暴嘅填海方式，導致周圍的海水渾濁不堪，大片嘅珊瑚礁窒息死亡，依賴珊瑚礁生存嘅魚類同海洋生物大面積消失。更加嚴重嘅係，人工島阻擋咗原本自然嘅洋流，導致海水分隔，變成死水，開始發出惡臭，甚至引致嚴重的海岸線侵蝕問題。大自然依家正一步一步向呢座人工島索償，但呢啲環境災難永遠唔會出現在旅遊宣傳片入面。講完個海，我哋再講反成座城市嘅排污系統。呢個真相絕對會打破你對現代化大都市嘅所有幻想。大家想象一下，一座擁有世界第1高樓、哈利法塔、無數超級豪宅嘅超現代城市，竟然喺好長一段時間入面係冇完善嘅地下污水管網系統嘅。沒錯，你冇聽錯。當哈利法塔喺2010年落成落用嘅時候，由於城市規劃只顧住追求速度同外表，根本未起好相應嘅化糞池同污水處理廠，
結果每日呢座摩天大樓入面，幾千個富豪、遊客排泄出嚟嘅幾噸糞便同廢水，都要靠一架架巨型嘅吸糞車喺大樓底部將排泄物吸走，然後排成一條長長嘅車龍，運去幾十公里外嘅沙漠處理廠。高峰時期，成千上萬架吸糞車喺公路上面排隊，一等就係10幾20個鐘頭。有啲無良司機頂唔順，甚至會趁住半夜直接將滿車嘅糞便偷排入雨水渠，最後流入海灘。你平時喺杜拜奢華海景酒店出面游緊水嘅靚海灘，隨時都漂浮住未處理好嘅人間廢物。這種表面風光、內裏腐爛嘅城市建設，正是呢個地方最荒謬嘅地方。杜拜嘅虛榮仲建立喺一種極端浪費同扭曲嘅炫富文化上面。呢度係全球人均碳排放量最高嘅地區之一，喺一個出面50度高溫嘅沙漠入面，佢哋硬生生起咗一個全球最大嘅室內滑雪場。為咗維持呢個滑雪場嘅冰雪唔融，每日需要消耗天文數字嘅電力去製冷，而呢啲電力全部來自燃燒化石燃料。為咗讓富豪們喺沙漠入面睇到綠樹成蔭、鮮花盛放，政府每年要用巨資去淡化海水。淡化海水本身就係一個高耗能、高污染嘅過程，排反出海嘅高濃度鹽水又進一步殺死周圍嘅海洋生物，成座城市好似一個巨型嘅吸血鬼，瘋狂榨取住地球嘅資源，去滿足一小撮人嘅面子。喺呢種金錢至上嘅社會風氣下，人與人之間嘅關係被扭曲到一個極點。喺杜拜，階級觀念重到好似古代嘅種姓制度一樣，最頂層嘅當然係本地嘅阿聯酋阿拉伯人。佢哋人數極少，但掌控住所有資源，一出世就有政府養，每個月躺平都有幾萬蚊美金津貼，享受住特權。第二層係嚟自歐美嘅白人專業人士，佢哋通常係高級管理層，享受住高薪、厚職同免稅福利。第三層係嚟自亞洲其他地區或者中東其他弱國嘅白領，而最低層完全被視為隱形人嘅，就係我哋頭先講嘅東南亞勞工。喺呢度，你嘅國籍同你嘅膚色直接決定咗你條命值幾多錢。如果一個本地人開跑車撞死咗一個外籍勞工，通常只需要賠一筆錢就可以私了，連監都唔使坐。司法制度喺金錢同特權面前，往往會自動轉彎。更可怕嘅係，呢個地方表面上包裝得好包容、好國際化，但本質上依然係一個極度保守、政教合一嘅極權社會。呢度嘅法律充滿咗好多外地人完全冇辦法理解嘅地雷。你以為喺街上好似喺香港咁，同男女朋友牽手錫一啖好正常？喺杜拜呢個叫公眾猥褻罪，一經定罪可以判監幾個月，然後驅逐出境。你喺社交媒體上面隨便投訴一下當地嘅餐廳難食，或者影相嘅時候不小心影到背景嘅政府建築物或者本地人，你隨時會因為違反網絡犯罪法而被拘捕，面臨天價罰款同監禁。呢度嘅言論自由係零，所有人嘅手機同網絡都受到當局嚴密嘅監控。你只要講一句對皇室或者政府不敬嘅話，第二日可能就會無端端人間蒸發。講到人間蒸發，呢個地方最深沉嘅恐怖，莫過於皇室內部嘅骨肉相殘同對女性嘅極端控制。杜拜嘅統治者謝赫穆罕默德對外一直塑造自己係一個開明、現代、熱愛詩歌同體育嘅慈父形象。但係佢嘅兩個親生女拉蒂法公主同莎薩公主嘅悲慘遭遇，就徹底暴露咗呢個家族殘忍同冷血嘅真面目。喺2000年，當時只有19歲嘅莎薩公主，利用去英國度假嘅機會逃跑，但好快就被父親派出去嘅特工喺劍橋條街道強行綁架，用私人飛機運返杜拜。自此之後，莎薩公主再冇喺公眾面前露過面。有傳言話佢長期被注射精神藥物，處於昏迷同被軟禁嘅狀態。多年之後，佢嘅妹妹拉蒂法公主眼見姐姐嘅慘狀，策劃咗一場更周詳嘅逃亡。喺2018年，拉蒂法公主指咗一位前法國特工同埋一個芬蘭籍嘅好朋友幫手，成功逃出皇室別墅，坐遊艇逃往印度洋。但就在遊艇駛到印度果亞海岸附近，差一步就得到自由嘅時候，杜拜嘅特工聯合印度軍方，全副武裝包圍咗隻船。拉蒂法公主喺船艙入面瘋狂大叫，話自己寧願死喺船上都唔肯返去，但最後都係被強行拖走。之後佢拍咗一段求救影片，傳向外國媒體。影片入面佢面容憔悴，話自己被關喺一間拉埋窗簾、有幾個警察看守嘅別墅監獄入面，生命危在旦夕。連享有特權、有成億身家嘅親生公主，只要敢反抗男權統治，下場都係咁淒慘。可想而知，普通女性喺呢個國家地位到底有幾低下。
呢個就係今日阿姐最想警告各位女性，亦係排喺10大陰暗真相榜首嘅核心原因。杜拜對女性嘅法律保障存在住一個極度恐怖嘅黑洞。聽阿姐勸，女性真係千祈咪嚟呢個地方旅遊或者打工。喺杜拜嘅法律架構入面，伊斯蘭教法依然佔咗好大比重。喺呢度，女性被侵犯或者被強姦，往往唔會得到法律保護，反而會變成罪犯。過往發生過無數真實案例，有嚟自歐洲或者澳洲嘅女遊客喺杜拜嘅酒店或者酒吧入面，不幸被當地人或者外籍人士強姦。當呢班受害女性帶住滿身傷痕，喊住去警察局報案嘅時候，杜拜警察做嘅第一件事唔係去捉強姦犯，而係即刻將呢個女受害人拘捕。點解？因為根據當地法律，如果一個女性指控人哋強姦，佢必須要提出4個成年穆斯林男子嘅目擊證人，證明佢係被強行侵犯嘅。大家諗下，邊有強姦犯會喺4個證人面前作案？如果個女仔提唔出證據，警察就會將呢個強姦行為定義為婚外性行為或者通姦罪。喺阿聯酋，未婚發生性行為係嚴重刑事罪行，結果呢班無辜嘅女受害人不但冇辦法將罪犯繩之以法，自己反而會被判監幾個月甚至幾年，仲要承受獄刑。曾經有一個20幾歲嘅挪威女設計師喺杜拜打工期間被同事強姦，佢去報警，結果被判監16個月。雖然最後因為國際輿論壓力被赦免，但成個過程對受害者造成嘅2次傷害，簡直係世界級嘅荒謬同殘忍。喺杜拜，男權係高於一切嘅。一個女性去到呢度，你嘅着衫自由、言行舉止，無時無刻唔受到保守勢力嘅審視。如果你喺條街度因為着得清涼少少而被騷擾，啲人唔會覺得個變態有問題，只會覺得係你勾引人。更加唔好講呢度嘅家暴問題。當地的法律本質上係允許丈夫對妻子進行適度嘅管教同懲罰嘅，只要唔留下嚴重嘅殘疾或者致命傷，警察根本唔會理。好多外國女性嫁咗俾當地人之後，護照一交就徹底變成咗丈夫嘅私人財產，連出境嘅權利都冇埋，想走都走唔到。所以話，大家平時喺網上面見到嘅杜拜，只不過係一個用無數金錢、謊言同弱勢群體嘅血肉精心包裝出嚟嘅大型主題樂園。當你作為一個遊客，手握住大把銀紙去高消費嘅時候，你睇到嘅確實係乾淨嘅街道、禮貌嘅侍應同奢華嘅夜生活。但只要你唔小心跌出呢個設定好嘅消費者角色，或者你係一個孤身一人過嚟機會嘅基層勞工，或者係一個尋求正義嘅女性，成座城市嘅冰冷機器就會無情地將你吞噬。呢度嘅繁華係冇根嘅，佢缺乏咗對人權最基本嘅尊重，缺乏咗對生命最起碼嘅敬畏。索納普爾勞工營入面啲汗水，被淹沒在深海入面嘅珊瑚礁，哈里法塔下排隊嘅吸糞車，被軟禁嘅公主，以及喺監獄入面痛哭嘅強姦案受害者，呢啲先係杜拜真正嘅底色。一個將畜生睇得比底層人類更寶貴，將受害者當成罪犯嘅地方，無論佢嘅外表起得幾咁宏偉，本質上都只是一座建立喺流沙上面嘅罪惡之城。聽阿姐勸，千萬唔好被眼前的虛榮遮蔽咗雙眼。呢個世界好多看似天堂嘅地方，底下一層往往就是地獄。